樓梯黑晒，行啊！現場咧，其實有個別嘅樓層咧都係我最少非常之猛烈。喺現場嘅溫度亦都幾百人啊！泰國又係水災，最低限度死40幾人啊！最低而家有270人。咁同埋咧，仍然有啲做嘅個案咧，我哋喺樓層。哇！呢啲都唔似燈光明火災，哇！好似全個呢度都個個都好曬，光晒嘅。已經再打電話同呢啲市民咧去保持聯絡。咁我哋一能夠進攻到上面嗰啲單位咧，就會帶佢哋去一啲安全嘅地方。消防處話，如果仍然有市民被困，最好閂好門窗，跟住用濕毛巾同膠紙封好門窗同門邊。至凌晨大約2點，有3座大廈火勢初步受控，其餘4座就有火警。咁我哋而家同即係唔係一座嘅，咁誇張嘅。唔係6座喎，唔係第2座嘛，係咯，而家第4座已經7座、8座㗎，一座黐一座，一燒就佢，你開晒。